我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5年規劃。香港積極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特區政府除咗全力推進制定5年規劃嘅工作，亦都喺唔同方面同內地省市奠下堅實嘅合作基礎。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政府新聞網專訪時提到，香港同內地唔同省市都有合作機制，並且取得良好成果。例如喺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，深圳、香港、廣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。香港、深圳加廣州，這是在科技方面競爭力集群方面的世界第一。本來我們是第二，這個合作呢就有很好的基礎，才有這個成績嘛。我們跟深圳有10多個專班，針對不同領域的大家合作。我們有粵港合作機制，這個建立多年，我們每年都開會。我們跟福建也有一個合作機制，我們跟北京跟上海都有，跟杭州也有，所以我們在融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我們已經很好的基礎了。喺國家部署嘅粵港澳大灣區4個重大合作平台之中，李家超認為河套地位獨特。我們跟河套一區兩園的合作平台，我覺得是可能另外的地方無可取代的，我相信是可以發展為世界最前端的一個科研中心。我舉個例子，製造新藥就是我覺得一個亮點。那麼在這個地方呢，我們會有專屬法律容許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、數據流很暢順的通過，當然也要保障安全吧。我們只容許研究在這個河套區，它的結果會出去，但是這個數據不會出去。這個藥品它的試驗，內地可以居民也可以做試驗，香港的市民也可以做試驗，但是數據就很有效了，幫助他之後呢，在內地註冊。李家超指出，加上牛潭尾大學城同埋新田科技城等用地，河套區將會包含產業、科技同埋大學城元素，吸引香港本地以至國內外人才匯聚，令河套區發揮更大作用。